2023年起，政府就開始推動銀髮經濟發展，同今次研究嘅議題其實都息息相關。其實退休可以係一個充滿可能性嘅新嘅起點，但係呢個轉變其實好需要政府同埋市場大家共同合作，為退休人士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同埋機會。喺報告入邊呢，我哋都強調退休生活應該係一個有意義感為核心、自主定義生活目標嘅一個過程。我哋倡議建立一個更具包容、前瞻嘅退休生活嘅生態系統，從個人政策到服務層面推動全面革新，讓退休人士係享有唔單止財務嘅保障，亦都同時可以持續貢獻社會，實現自我價值。